耶穌因聖神嘅德能回到咗加里肋亞，佢嘅名聲傳遍咗鄰近各地。佢喺佢哋嘅會堂裏面施教，受到眾人嘅稱揚。佢嚟到咗納匝肋，自己曾經受教養嘅地方，按照佢嘅習慣，就喺安息日嗰日進入咗會堂。佢站起嚟要誦讀，有人就將依撒意亞先知書遞咗俾佢，佢就展開咗書卷，揾到一處上面寫住：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，因為他給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，宣佈上主恩慈之年。佢就將書卷捲起嚟，交俾侍役，就坐下嚟。會堂裏面眾人嘅眼睛都注視住佢，佢就開始對佢哋咁話：你哋剛才所聽到嘅嗰段聖經，今日應驗咗啦。眾人都稱讚佢，驚奇佢口中所講動聽嘅話，並且咁樣話：呢個唔係約瑟個仔嗎？佢就回答佢哋咁話啦：你哋必定要對我講呢句俗語：醫生，醫治你自己啦。我哋聽講你喺葛法翁所做嘅一切，亦都喺你嘅家鄉呢度做啦。佢又咁樣話：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冇一個先知會喺本鄉受到悅納嘅。我據實咁同你哋講，喺厄里亞嘅時代，天閉塞咗3年0.6個月，遍地起咗大饑荒。喺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，厄里亞並冇被派到佢哋當中一個嗰度去，而只係到咗漆冬匝爾法達嘅一個寡婦嗰度。喺厄里叟先知嘅時代，喺以色列有好多癩病人，佢哋當中冇一個得到潔淨嘅，只有敘利亞嘅納阿曼。喺會堂裏面聽見呢一啲話嘅人都憤怒填胸，起嚟要將佢趕出城外，帶咗佢去山崖上邊。佢哋呢一座城係建喺山上邊嘅，要將佢推落去，佢就由佢哋中間過去走咗啦。聖經註釋：按猶太人安息日喺會堂敬拜天主嘅儀式，首先要誦讀法律書，之後係誦讀先知書，隨後就有一個人講道。耶穌故意翻閱咗依撒意亞先知書61章，將默西亞嘅預言貼喺自己身上，為叫佢哋知道默西亞已經嚟到。天主施其恩唔係睇人嘅種族，而係睇人嘅信心。納匝肋人所以憤怒，係聽見耶穌稱讚外邦人勝過佢哋。